它类似一个旋风，最后呈现出一个英勇的武士。人生在中年出现内心的困顿，破茧而出。它用的材料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汤匙啊、叉子嘛。尖锐、刚硬，重新拆解，让人惊艳。在不惑之年辞去科技公司职务，尝试创作，陈世奇大胆展现了对新材料的敏感度。其实我觉得每一根汤匙都做得很漂亮啊。你注意看的时候，你的世界变大了。仿佛看到了阳光，圣木却也带着危害。焊接的强光曾一度伤了陈世奇的眼，焊接失败如同烧钱。像这已经基本上已经半塑形了，所以它在条件上已经不是原始的条件，所以要再使用的机会。所以要还用什么？没法出的。所以这还能用吗？老师说没办法。这些却无损他把心中蓝图透过双手实现出来的热情。你看我当初刚开始做的时候，真的就是用一根汤匙表现出来，把厨房餐桌上各种尺寸大大小小的汤匙做成蚂蚁、昆虫、各种动物，还有铁甲武士。5年持续创作，慢慢挑战几十公斤重的大型作品，获得时尚饭店的青睐。我们在创作过程中，虽然辛苦那么多年，在当时会觉得被认同了。这位非设计科班出身的汤匙艺术家，接下来打算完成一对穿着婚纱的恋人，让汤匙和叉子在他手中闪耀幸福喜悦。我经常自我催眠啊，我认为我既然选择一个，别人都没有走过的，我认为他就可以走得下去。陈世奇老师的汤匙创作跟大家分享了，只要你的眼神专注，世界真的可以变很大。一係用得冇法脱咧，一係用得冇法脱咧。